開咪。繼續翻嚟專家開咪啊！兩位嘉賓喺度啦 ，JP Housing 嘅日本不動產執行董事胡日發同埋咧 JP Housing 嘅日本不動產嘅社長啊李韓斌咧，兩位都喺度噶啦 ，Derek 啦。咁啊頭先咧大家都傾過咧，即係日本一啲嘅即係投資前景啦，同埋一啲嘅稅項方面嘅問題啦。其實我哋會諗咧，日本呢個地區都好大嘅喎。你話單係咧，即係東京啊、大阪啊，或者即係香港人比較熟悉嘅北海道，其實佢哋裡面都分好多唔同嘅區份啦。究竟個分佈應該係點樣，或者樓房分佈又係點嘅咧 ，Derek？ 咁我哋客戶嚟講，其實都有60%左右係投資喺東京嘅物業嘅，咁大約2-3成就係大阪啦。咁其他嘅就可能會投資橫濱啊、福岡或者譬如北海道嘅話就宅房比較多咁樣嘅嚇。咁就至於你話成交量其實佢哋唔同地方都有各自嘅優勢啦。咁其實東京嚟講，其實佢因為個地比較值錢，同埋會有奧運啊，咁就2020年嘅奧運係啦。咁就其實啲人會覺得可以保值啲。咁其實我自己都買咗10零個資產喺全日本啦。咁其實我大部分都係東京嘅，因為我覺得相對好似保值啲。咁大阪其實都因為佢相對上個樓價平少少啊，咁變咗其實佢租金回報會相對上高翻啲嘅。咁都有啲客人會中意翻唔同嘅城市咁樣咯，係啦。係啊，得嚟㗎。但係如果我哋講緊咧，頭先講嗰啲地方咧，一般講緊個尺價或者嗰個數額嗰個概念應該係點樣？入場費係點樣嘅咧？如果東京嚟講，其實一個200-300尺嘅單位咧，咁如果都係較為中心嘅地點，同埋離開車站冇太遠嘅話，其實幾十萬，譬如70-80萬都買到一個叫相對上市正嘅二手單位咁樣㗎啦，係啦。咁但係有冇話咧，即係邊一類嘅樓房咧係比較特別受外國人去即係歡迎嘅咧？因為我哋譬如我哋去東京旅遊，我哋會睇到佢有啲好似 apartment 咁，有啲可能係一啲即係低密度嘅住宅啊。咁其實嗰個分佈係點樣㗎？其實我哋因為我公司做咗幾年啦，咁其實頭1-2年有啲投資者喺香港都算係一個學習階段，可能佢都係先買一個細單位幾十萬嘅試下先，咁佢發覺原來收租都 OK 喎，咁又冇乜問題喎，咁就之後就其實佢好多可能仲有好多彈藥嘅，咁佢又開始會譬如留意下唔同嘅物業啦。咁其實我有陣時都會，而家有啲客咧就比較中意買一棟嘅，可能成棟都係講緊可能400-500萬港紙，咁就可能有8個單位啊、10個單位咁樣，咁就可能會作為收租啦，或者甚至呢排因為酒店供不應求啦，喺啲大城市都會可能幫佢經營民宿啦，我哋公司都有呢方面服務嘅嚇。咁而家啲客戶各種要求都有嘅，因為佢自己都做多咗好多功課。咁有啲客戶就話酒店夠唔夠？我都想買個酒店嚟自己經營下又有啦。咁或者話買塊地嚟起一個商業大樓亦都有嚇。咁甚至譬如佢哋話老人院，如果係人口相對上年紀大啲，又話會唔會老人院都係一個盈利嘅行業啊？咁都亦都會幫佢買呢啲啊，或者即係唔同類型都有嘅，所以好多時。日本嗰個護老市場咧，其實嗰個 market 好大嘅，俾得起錢啦！銀髮市場嘅朋友們基本上可以俾得起錢啦。或者 Freddy 又想問一問啦，因為頭先阿 Derek 都講啦，就原來即係我哋諗下啦，除咗一般細單位咧幾十萬咧，咁upgrade 上去嘅話，我聽落去咧好似1000萬以下咧，都可能有一棟嘅 buildings 嘅。咁其實想問翻啦，如果我哋海外投資者咧，咁我純粹諗住俾錢過去嘅啫，咁啲手尾點樣跟咧？即係邊個幫我哋去收租啊？甚至頭先都講啦，如果我哋參加埋一啲護老安老啊各方面嗰啲嘅物業嘅話咧，哇，好似感覺上收租好麻煩㗎喎。係啊，我哋依家咧嗰啲投資者咧已經係開始即係經歷咗幾年嘅經驗之後咧，都成熟咗啦。譬如佢哋會買啲鋪嚟收租啦，或者買啲一棟。咁喺日本咧，你買一棟咧就好似好勁咁啊。咁其實咧佢有啲咧係3層高啊，或者5層高啊，有啲係得3伙啊、5伙啊、10伙以內啊咁樣。咁其實你幾百萬已經可以買到一棟㗎啦。咁當然即係大家都會 concern 呢樣嘢，就係點打理咧？唔通我次飛去即係執房咩？咁我哋公司咧其實或者其他有啲行家都會有呢啲服務嘅，就係一個租管嘅服務啦，幫你去負責收租啊。譬如有啲租客有啲問題嗰陣時去幫你打理啊。咁另外譬如有啲人想做民宿啊，咁我哋亦都會係有公司咧去幫你去負責營運嘅。咁當然會有一個收費啦，咁但係個收費相對嚟講咧都係比較少嘅。譬如好似我哋公司咁，你代管嘅服務咧只係租金收入嘅5%，咁所以相對嚟講咧都係一個好細數目，咁你就免卻咗好多麻煩咯。收咗啲租啊，我哋會入落去客人指定戶口，你可以選擇喺香港又得，入響日本你嘅戶口又得，咁你變咗咧就係好多客都會選用呢個一條龍嘅服務嘅，或者有時有啲客咧佢自己已經擁有咗，或者喺外間買咗之後咧，佢都會嚟揾我哋公司咧去幫佢做呢個租務代管嘅，咁佢就即係好舒服咁樣坐喺度。如果去日本嘅去玩去到咪睇下咯，如果唔係嘅就去旅遊。咁即
即係相對嚟講咧，就係因為始終係海外物業咧，有呢個租管嘅服務咧，就會係方便好多啦。咁啊當然啦，因為咧其實你去到日本有陣時咧喺溝通上面咧都唔係話真係咁容易。如果你真係唔識日文嘅話啦，咁我想問下 Derek 啦，其實咧目前咧日本嗰個物業咧二手市場嘅情況係點樣？交投會唔會有嘅咧？如果我買咗翻嚟，可能我持有一段時間，我唔想要啦，我想喺二手市場放售，其實二手市場會唔會有㗎？其實都仲好活躍嘅，因為我哋都有啲客戶其實都而家都開始叫我哋幫佢放賣咁樣樣咯。咁頭先提過啦，因為以前啲人有啲觀念嘅，覺得日本人中意租樓多過買樓嘅。咁其實有幾個因為佢哋都經歷過咧，即係房產市場嗰個低谷啦。咁啊都有一段時間話佢哋情願係租而唔買嘅。係啊，咁但係呢個點解會咁樣諗法咧？其實有幾個原因嘅。首先就係因為其實佢哋可能喺東京住嘅人，可能佢喺鄉下有個屋企嘅，咁我覺得我退休不如翻鄉下住啦，就唔會必須去東京買樓。咁同埋佢哋好多時咧。個公司都幫佢負擔部分租金嘅，咁佢租冇乜壓力嘅，對佢收入嚟講同香港爭好遠啊！佢租屋其實冇乜壓力，咁覺得都冇需要買啦，同埋可能佢覺得可能幾年喺東京做完嘢之後，就可能調去大阪做幾年嘢。咁但係呢個觀念其實呢幾年都開始變化緊啦，因為佢哋開始睇到原來樓市真係會升喎，同埋升得都唔錯喎，變咗本地啲日本人都開始中意買翻樓，同埋佢見到譬如上年嚟為例啦，上年有2成嘅資金咧係海外人士去投資嘅，即係包括我哋個人或者一啲唔同嘅基金財團或者政府咁樣啦，咁變咗其實佢哋發覺原來海外人士都對日本樓市咁有信心，亦都真係有明顯嘅升幅，變咗佢哋本地人自己都對翻樓市叫有翻信心度，同埋佢哋而家都留意到日本因為都有頭先提過啦，咁佢可能政府需要負擔多啲嘅退休基金，咁我覺得其實係咪政府即係未必真係完全養到我退休之後，可能我自己都要買層樓去防老，好似開始有翻我哋中國人嗰種買屋嚟防老嘅心態咁樣樣咯，係啦。同埋咧，即係海外人士即係入市嘅比例咧，喺嗰2成裏邊咧，香港人其實唔係最多嘅，即係依家你睇最多係反而係台灣啊、新加坡啊呢啲咁嘅，香港應該排第3或者第4左右啦，因為香港都係近呢2-3年嘅，因為台灣嗰邊咧，其實佢同日本嗰個接觸相對多啲咧，佢哋啲人仲熟悉過我哋，所以佢哋係更加先行。其實台灣嗰邊有黑日一族噶嘛，咁仲咧比咧香港呢邊咧更加係即係專注日本嗰方面嘅。咁其實咧，我想睇翻咧嗱，外國人咧喺當地買樓其實有冇啲咩需要特別留意，同咧當地人買樓有冇唔同㗎？其實咧，日本咧佢係有一個好有自己民族性嘅國家嚟嘅。咁有時咧，我哋海外人士去到買樓咧，其實係有啲細節你要留意咯。譬如我哋要買間樓咧，就同香港大致上嘅手續都係一樣，即係傾過一個睇樓啦，跟住要出價啦，跟住去成交啦咁。但係日本人咧，佢哋係中意排隊嘅。咁買樓都要排隊嘅。譬如你睇中一個物業咧，香港人一般就會中意傾下價先再慢慢搞下。但係日本係唔中意咁樣嘅，佢哋咧係應該排隊，邊個出價先咧就排第一，跟住就排第2、第3、第4咁樣。咁如果排第一嗰個咧有個優先權，如果佢能夠滿足到個業主條件咧，一般嗰啲業主都會買俾佢嘅。咁但係你話我排第2，我出價高過佢咪得咯？喺日本咧未必行得通嘅呢一招，因為佢應承咗之後咧，就算你高咗咧，佢都唔會買俾你嘅。佢會覺得你喺度搞亂晒個規矩即係咁樣係唔啱嘅咁樣。Derek 喺度都想問翻啦，因為頭先你都約莫咧提過有一啲稅項嘅嘢啦，阿 Freddy 亦都提過咧，即係如果我哋可以做嘅話，咁可以做交管理費或者俾你託管啦。咁其實如果我扣埋之後咧，我點樣睇我個回報率咧？其實如果東京嚟講咧，如果你買一個物業啦，咁而家平均二手公寓都仲有可能 around 7厘左右嘅表面回報嘅。咁減晒頭先講嗰啲管理費啦，同埋每年交嘅股都稅啦，同埋有一個叫維修基金嘅，就係一個定期啲翻新嘅一個基金嚟嘅。咁減晒之後一般係少2厘左右，咁都大約有可能6厘上下咁多咁嘅。咁如果你話福岡或者其他橫濱啲城市，就有機會再高少少咁樣咯，係啦。最後啦，你點樣睇咧日本嘅房產市場嘅前景呢？咁我預計2020奧運之前都仲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咁樣啦，因為而家除咗外國資金之外，都本地人都開始有翻好多信心，咁我都係相對上幾樂觀咁樣咯，係啦。好啊，咁今日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晒兩位同我哋分享下咗咧咁多喺日本投資方面嘅經驗啦。咁大家投資方面咧因應翻自己嘅情況咧，慢慢考慮，量力而為啊。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，拜拜。